呢個咧就係我哋自行研發嘅錄音裝置嘅。咁學術啲嚟講咧，佢就叫做人頭錄音裝置。咁佢個特點咧就係話，當我哋將佢擺喺一個真實嘅空間嘅時候錄嘅音咧，所有嘅朋友咧，只要你係用耳機聽翻嘅話咧，就會好似置身現場咁樣嘅效果嘅。Techo 係一間影音公司嘅老闆，以售賣代理嘅耳機為主，同時亦都會根據客人嘅耳型同需要，幫客人訂做獨一無二嘅耳機。而今次佢就有新嘅項目，就喺網上籌集資金，將新研發嘅耳機量產，以及實踐佢嘅音樂計劃。咁我哋集資分兩部分啦，一部分就係生產耳機啦。咁耳機我哋個集資金額咧預算係50萬嘅。咁只要我哋hit 到個 target 嘅話咧，我哋就可以大量投產嘅。咁第二個嘅 target 咧係100萬啦，因為我哋係希望啦去透過呢個咁嘅動作咧去成立一個音樂嘅平台啦。咁同埋開放我哋呢度個 studio 啦，係去幫助翻咧一啲會有大志嘅音樂人，可能冇機會嘅朋友咧，將佢哋製作音樂嘅成本咧降到最低。集資計劃當中50萬就會用嚟大量生產呢一款利用 NSS 技術嘅耳機。每名捐款人只要捐出1000蚊或以上，就可以喺投產期之後率先擁有呢部耳機。Techo 話呢款耳機可以解決傳統耳機聽唔出嘅環音問題。一般耳機插喺我哋左位右耳嘅時候咧，另外一隻耳仔聽唔到嘛。NSS 咧就正咧就係用聲學嘅方式，將左邊嘅嗰個聲音咧 copy 咗去右邊嘅耳機。咁即係話右邊嘅耳機播聲嘅時候咧，唔單止右邊嘅聲道喺度出緊聲，佢仲有一份咧係入左邊嘅聲音信號。咁相反亦然啦。咁就正咧可以模擬到咧我哋人咧喺實際嘅環境度聽聲嘅時候咧，我哋左右耳或者係單邊嘅耳仔同時咧都係接收緊嗰個聲源嘅呢個咁嘅感覺嘅。50萬並唔係一個小數目，以每名捐款人最少捐1000蚊咁計，最少都需要500個人嘅參與先可以成功。但唔少人都會擔心會唔會將錢掉落鹹水海而卻步。佢就話項目以產品回饋為基礎，就算集資金額唔夠50萬，亦都有退款方案。咁我哋有3個方案提供翻俾客人嘅。咁第一個方案咧，咁當然係繼續等啦。咁第二個方案咧就係話大家可以係退翻錢嘅，即係只要我哋係喺個承諾嘅交貨期都交唔到貨，或者有啲任何意外嘅話咧，咁大家如果覺得有問題唔想等嘅話，其實可以退翻錢嘅。咁第三個咧就係話我哋可以變成一個消費啊現金券嘅模式咧，係俾大家咧喺我哋度消費翻嘅。除咗以個人集合群眾力量支持自己嘅生意發展之外，外國亦都有唔少嘅群眾集資平台，使參加者嘅產業能夠獲得資金發展。而喺香港亦都有相類似嘅集資平台。呢間由2012年開始設立嘅集資平台，至今已經有3-4千人捐錢，一共籌集咗大約200萬元。負責人話：群眾集資同傳統投資唔同，更加會成為一個趨勢。群眾集資其實唔係由幾個可能有興趣或者對呢個商業模式有信心嘅投資人去作出一個咁嘅決定，而係由好多個即係千萬個百個朋友可能係對你做緊嘅項目個人感興趣，或者佢覺得個意義佢去認同，或者佢對嗰件產品佢有興趣，或者係各方面嘅一啲細嘅支持。咁佢哋其實唔係去諗緊一個資金回報，佢純粹係一個相對細額。佢以13年時為資助受傷嘅馬術運動員為例子，當時公司就以短短3個月籌集到48萬，俾運動員可以喺康復之後從頭訓練，並且成功代表香港出戰全運會，勇奪銀牌。集資平台似乎可以為一啲無法通過傳統方式融資嘅人獲取資金，但唔少人都擔心呢種資金籌集嘅方式或者會涉及到法例問題。不過香港暫時就冇針對群眾集資嘅法例，而喺香港大部分嘅集資項目亦都冇涉及到股權問題。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並唔屬於非法集資。有學者認為群眾集資嘅方法喺內地嘅可行性亦都好高。我近呢幾年去睇咧，中國人肯承擔風險，有時仲會高過香港人嘅，因為佢個增長高。嗱，佢會覺得有啲機會咧，就會一窩蜂咁去做嘅。
咁你可以話係有時係一窩蜂做，但某程度佢係個風險承擔係高咗嘅喎。係啦，第一樣嘢啦。第二就係佢有冇呢個需要啦。嗱，睇翻近年如果中國銀行放貸咧，其實之前比較緊嘅，最近流動性好翻啲啦。民間嘅借貸其實喺譬如好似阿里巴巴都做啦，即係一啲嘅類似嘅financing嘅嘢咧，其實係有一個需要嘅。佢又話，網上籌集資金可以為擁有不確定性嘅企業喺短時間內提供流動性資金。只要內地政府做好監管工作，佢相信唔少科研或者創投企業亦都會使用呢個新渠道。藍光係可見光譜之中能量最高嘅波段，適量能夠幫助人體調節生理時鐘，但係日常接觸到嘅電子用品都會釋放藍光，傷害眼睛。喺晚上，高能量藍光入眼會令大腦產生亢奮感，但係亦會壓抑褪黑激素嘅分泌，打亂日夜節奏，影響睡眠質素。同時，長時間暴露喺高穿透力嘅藍光之下，有可能誘發黃斑病變，永久損害視力。減少高能量藍光對眼睛嘅傷害，要注意休息及選擇適當鏡片。Swisscoat 瑞士寶 Stress Free 鏡片系列，有效過濾藍光，將藍光對眼睛嘅傷害減低，更有防 UV、防刮花、防污、易潔及高清鍍膜功能，適合全天候使用。高清度好似冇鏡片咁。瑞士寶 NoFlex 高清濾藍光鏡片，全面減少高能量藍光入眼，更可舒緩眼睛疲勞。Swisscoat 瑞士寶，記得攞返張原廠保證卡。Can I say something crazy? Are you ready? Baby, you're so heavy on my mind. 港鐵西港島線通車，即時刺激起區內嘅住宅需求。緊貼樓市嘅你，又有冇第一手資料呢？由九龍建業發展，距離堅尼地城站幾分鐘步程嘅全新現樓加多近山，齊備1至5房單位，部分單位更享有開揚維港景致，適合不同嘅置業人士。加多近山將會喺2月14號下晝2點半至6點舉辦特別活動，加多近山致富名人會，請嚟資深財經評論員胡孟青同大家一齊睇豪宅及分享投資心得，以及請嚟名廚張錦祥食場炮製同分享美食心得。黃婉曼亦會到場品嘗佢嘅美食，歡迎觀眾屆時嚟臨參觀。查詢請電64921101。中國銀行香港特約，港股今日睇，係由人民幣服務最當然選擇嘅中銀香港。